停车！师傅，停车！师傅，快停车！停车！刘强，你能帮我办件私事吗？你说。你帮我找一个人，他叫冯峰。回头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给你，你一定要找到他。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尽全力去帮助他，好不好？是个女孩吧？放心了，我会把事情办好的。刘强，谢谢你。不谢，走吧。猪猪，冯峰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样了？我可笨了，我们家窗帘坏了，我就跑到阳台上去拽窗帘，一不小心我就掉下来了。你看那儿，轻微骨折，这儿也破了，头会不会摔傻了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你放心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肯定会治好的，一定会治好的啊！你别瞎想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有个那个跟你一块住的男友吗？哦不，密友吗？李欢呢？你可别提他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忙，估计人家没空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好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110。喂，你好，我的老婆失踪了。失踪了多长时间？有没有48个小时？我不清楚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哦，那就有。喂。哎，芳芳，你看，这不是跟你一块住的那个室友李欢吗？他上新闻了呀！快看，我看看。神秘帅哥，及时掩护什么美女，何许人也？小空狗，怪不得不接我电话呢。哼！哎呀，真没想到这个李欢还挺厉害的，居然和当红花旦搞在一块了。哎呀，咱们的娱记啊，真是越来越有娱乐精神了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冯峰小姐吗？对啊，你是哪位啊？哦，我是叶博士的助理。您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忙着呢，所以让我来联系你。可是我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去你家找你，你也不在家里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我没事儿，谢谢啊。叶博士他非常担心你。如果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完全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转告他的。哎，没有，我没有事儿。哦，谢谢啊。拜拜。叶家，你最好再也不要找我。哼！芳芳，叶家是谁啊？爱谁谁。先生，你设了计成功了，李欢果然偷偷回来探视了。
人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。可是李欢为什么要带个女孩子来呢？那女孩究竟谁啊？我调查过，这个女孩名叫冯峰，她是在1年半以前失踪的，突然在半年前出现在本市。失踪了1年，那她去哪儿了？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调查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她这1年在什么地方，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不过，冯峰出现之后，一直和李欢在一起。那这个李欢和冯峰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我要弄清楚的。哎，蝎子，最近出去有什么收获吗？我们在莲花山大天坑附近挖掘了一具古代女尸。古代女尸？啊，这古代女尸和太宗皇帝有什么关系啊？老白还在调查。李欢和冯峰，先别打草惊蛇，先调查清楚他的身份。哎。冯峰，冯峰呢？你是谁啊？我们见过，我是冯峰的朋友，过来帮他拿点东西。哎，他在哪儿呢？讨厌！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呢？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好不好？我是她丈夫，我有权知道。你有什么权利知道啊？冯峰受伤的时候给你打电话，你在哪儿呢？他受伤了。要不是120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原来他是找我求救啊！我如果知道他受伤的话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当时声音特别吵，听不清楚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听不清楚？我看你是不想听啊，还是听不清楚啊？啊？不是，他给你打过2遍电话，你都听不清楚，难道你是聋子吗？你呀，不是没空吗？你不是很忙吗？他的事儿啊，就不劳你操心了啊。哎，你呀，还是忙你的去吧啊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喂，你听我说。你有什么话，还是亲自跟冯峰去说吧。你口口声声以丈夫自居，可是冯峰并不是你的妻子呀。啊，就算你是她丈夫，可是你有尽到做丈夫的一丁点责任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你再纠缠冯峰。烦人！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我帮你拿的。你给我放手！给我吧！哎，撒手！给我吧！开车！哎，喂，停车！停车！师傅，停车！师傅，快停车！停车！佳叶，快走，快走啊，佳叶！站住！尹僧，看见朕还不下跪！尹僧，你该当何罪？我有什么罪？你身为朕的国师，又是佛门弟子，不守戒律清规，竟敢跟朕的妃子私通！
叶佳，你刚才大喊大叫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爸，没事，就是个噩梦。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？如果真累的话，找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。没事。刚才我听见你叫李欢，你跟他很熟吗？还行吧。他曾经是我的一个病人。哦，你跟他认识多久了？认识他1000多年了。啊？没有，认识半年了，不到半年吧。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了解不是太多，所以呢，我也做不了什么评价。哎，爸，你怎么对李欢这么感兴趣呢？啊，我对他的身份很好奇，我完全查不到他的任何记录，什么都没有。会不会是有些地方户籍管理混乱，一些孤儿无家可归的人四处流浪，他们都没有身份证，所以查不到记录的话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吧？李欢是孤儿，从小流浪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但是那么长的时间，总有记录吧？而他这之前的20年，完全是一片空白啊！来，坐。叶佳，佳妮来了。哎，爸，佳妮来了，我去看看她。叶妈妈，一哥哥没事吧？我好担心他哦。妈，佳妮。佳妮听说你在实验室晕倒，特地来看你呢。叶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家里又不是缺你挣钱，干嘛凡事自己亲自动手啊？手底下不是一群人吗？叫他们做呀。对呀，叶妈妈说的对，要不你放几天假，我们出国去散散心？不行，我跟卫生组织订的合同还有3个月就到期了，现在是研究的关键阶段，这个时候我哪能掉链子呀？佳妮，去国外旅游的事情，我们以后再说吧。来。